這清明禮拜到啊，真濟人呢攏會利用這段期間上山去陪墓，而且嘛燒一寡金紙來表達心意。也毋過因為這天氣真乾燥，這是真夠引起墓仔埔的火災。南投縣的統計，今年到今呢已經有117件這墓仔埔的火災啊。這當中幸困率是正數上有火災的，消防隊是無用甲片轉。這是這幾天啊，南投縣墓仔埔火燒，消防人員用無人機翕到的畫面。清明製作陪墓，真濟人會燒金紙。消防隊表示，最近的雨水較少，天氣較乾燥，墓仔埔的火燒案件嘛變較多，常常是大家無注意用火安全所引起的。即擺個墓仔埔的火警較濟吼，啊麻煩大家出勤的時陣，較特別注意安全吼。南投縣全縣有181個公共墓仔埔，根據南投消防局的統計，自今年以來，這3個月爾，有117件墓仔埔的火燒案件，親像拜四一天，就有5件，消防人員是走甲片喘。現主時3月還沒過，火警雜草已經117件了，消防人員已經拍甲稀累咧，拍甲攏要無過啊。死前不燃燒，除草不用火，爆竹不燃放，菸蒂不亂丟，垃圾要帶走。祭祖掃墓不用火，環保又平安。消防隊呼籲大家清明陪墓拜拜，加上最近較無雨，天氣較乾燥，用火就愛細膩，唔通也未收到金紙，就互公媽的墓火燒厝，安尼閣引起火燒山，代志就大條咯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